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講下咧，唔好講呢個畫面嘅話題住。首先咧就講咗咧，今日咧又收到，應該話琴晚啊，收到咧呢個咧羊城小人物啊，回覆翻咧阿教授嘅 email。咁跟住咧，啱得咁啱啫，就收到埋咧在乎不少人物咧，又喺度咧回覆翻關於咧教授同埋羊城小人物講嘅 email。咁啊，都係講翻黃金噶。咁但係如果咧係咁插住，係咁不停喺度講住黃金咧，我驚大家悶啊。咁啊，隔一兩條影片先講過俾大家聽，因為咧嗰啲咧都係一啲大道理，同埋咧喺一個投資方面嘅一啲心得嚟嘅。咁就唔係話真係咁多時限性嘅。咁啊嗱，記住啊，我哋呢度咧唔係投資嘅頻道嚟噶。大家記住唔好諗住喺呢度咧聽到啲投資嘅一個方式方法咧走去咧就搞啊，只係有啲心得咁解嘅咋。荷包係自己噶，記住自己照顧翻自己嗰個荷包 ，OK？ 冇人咧建議你買呢樣或者買嗰樣，冇人同你咁樣講。我哋只係話咧，我哋咧都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咁我哋咧點樣睇個市場，同埋咧嗰個心得係點樣嘅啫，純粹同大家分享下。冇啦，晏啲同大家再講嗰個黃金嘅問題。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最 hit 嘅咧，梗係咧就係特朗普咧又出嚟廿文廿武啦。咁啊就係可能咧真係咧好大機會咧，同阿習主席咧可以喺今個月底嗰度咧就喺呢個韓國見到面啊。咁啊，所以咧又再諗住咧就打個招啊，真係冇咩招數，又再出嚟咧又話將啲嘢咧提高佢。唉，如果咁啊冇辦法啦，最終啊中國咪要打150幾個%關稅咯。嗱，有啲人咧都仲係誤解啊，因為咧其實而家現實上咧係打緊咧面嗰一陣係30%，即係10%嘅基礎關稅，20% 嘅芬太尼關稅，咁啊30%。咁佢再講嘅咧20幾個%係喺佢第一個任期嘅時候咧已經加咗落嚟嘅 ，OK？ 咁所以咧就加埋55% 或者57%。咁其實呢啲咧都唔準確嘅，因為咧唔同嘅 items 咧，即係唔同嘅項目咧有唔同嘅稅率夠少少。咁啊，但係咧佢啊喺度巴拉話，咁冇辦法啦，到時咪打155，即係話喺11月1號嘅時候咧，一定要加個100% 嘅關稅上去。咁啊，大家都明㗎啦，到而家都未接觸到習主席，冇理由而家即刻褪咗先㗎，除非佢唔褪，習主席就唔見佢嘅啫。如果唔係嘅，打下嘴炮先都要啩，係咪？咁所以咧就講155、157%。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自己又縮翻轉頭就話，我哋都知道咧，唔打得好耐嘅啫。短期裏邊我哋都可以頂一陣嘅咁。嗱，不過咧，高 B 哥之前做咗條影片啊，咁一陣間晏啲啦，我整理下自己個情緒同埋個語氣，再做過啦。就係話佢又呢排咧成日出嚟講大話啦。逢係咧呢啲嘅領導人咧，去到講大話嘅程度去到咁嚴重嘅話咧，咁即係內部咧有好多嘅問題同埋矛盾喺裏邊。咁啊，所以同大家到時分享下。OK，咁好啦。咁啊，無論如何啦，今日咧有單新嘢出咗喎。喂，佢同呢個咧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啊簽咗呢個咧稀土協議啊，即刻出嚟廿文廿武啊，幾開心啊！喂，其實唔係好多啫喎，80幾億啫喎。不過咧稀土本來就唔貴㗎嚇，大家唔好以為佢叫稀土咁稀有，好似好貴咁，實際上一啲都唔貴嘅。OK，咁但係咧問題喺呢度啊，問題係。即係特朗普咧，真係老土噶，以為有稀土啊！我畫面上面就寫個咁樣嘅數白欖嘅咁嘅金句，真係有稀土咩？真係有稀土？你諗清楚先啦！稀土又分開中稀土、呢個輕稀土啦、中輕稀土啊、中重稀土啦、重稀土啦，仲有一啲咧超硬嘅物料啦，係嘛？仲有一啲咧所謂咧叫做咧係稀有金屬。所有嘅嘢咧，而家都係咧鏈住特朗普嗰條喉嚨噶，或者咁講啦，鏈住美國嘅喉嚨啦。咁嗱，高 B 哥咧想同大家咧用一個咧比較詳細，今次比較詳細啊！聽完呢一次之後咧，你以後全部明晒咧，嗰個難度喺邊度啊？難得幾咁誇張噶！用呢個軍工生產咧嗰個相控陣雷達啦，所需要嘅鎵為例，鎵咧只係咧稀有金屬咋，都未到稀土噶。我嗰陣時因為咧係限制嗰個鎵同埋鍺嘅嗰個鎵，金字邊一個加字嗰個鎵。如果
假如你要生產咧100噸嘅鎵出嚟嘅話，咁樣嘅話咧，你可能咧就會成為世界上面鎵生產環節之中咧，可以佔到10至到20% 嘅一個咧數得上去排名嘅一個咧供應商噶啦。咁到底如果要生產呢啲咧，要點樣做咧？好啦，根據咧年報咁樣嚟睇下，中國鋁業 ，OK， 中國鋁業咧，佢嘅146噸嘅鎵係從2000萬噸嘅氧化鋁嗰度咧提煉出嚟噶 ，OK，2000萬噸啊！咁即係話，首先你要做咩咧？首先你要做投資咧，1500億去做一座能夠年產或者咧年冶煉到咧1500萬噸氧化鋁嘅產能嘅工廠出嚟先。嗱，跟住講緊嗰啲銀碼咧，大約咧全部都係呢個係人民幣噶嚇，1500億人民幣。咁攞出嚟咧就整一間廠就能夠咧可以冶煉到1500萬噸氧化鋁嘅產品嘅工廠。好啦，氧化鋁生產完咗之後咧，就唔係咧直接咁樣就掉咗佢噶嚇，唔係話生產完啲氧化鋁出嚟，跟住咧就再做頭先講嗰個鎵，咁將呢啲嘅氧化鋁咧就掉咗佢，梗係唔係啦，係咪？咁你咧就要按照咧用呢個2噸嘅氧化鋁去對應咧大致上係1噸嘅電解鋁，佢嘅產能嘅比例啊。咁呢個咧仲要同時再做另一個咧就係咧750萬噸電解鋁嘅超級工廠噶。係頭先因為係1500萬噸嘅氧化鋁啊嘛，而家就講咗另外電解鋁呢邊咧係要同佢對噶嚇，咁做一個咧一半產能嘅750萬噸。但係呢間咧做得出嚟嘅咧，已經係一個超級工廠嚟啦。而呢個超級工廠咧，大致上咧又相等於一個中國鋁業，又或者咧比起一個中國魏橋稍為再大一啲嘅電解鋁企業㗎。大家知唔知道中國鋁業係有幾大啊？係咪？佢要相等於咁誇張㗎。好咯，兩個對完之後啦，咁頭先仲有一樣咧，就係咧嗰個叫做氧化鋁同埋呢個咧電解鋁嘛，係咪？兩個對咗之後咧，跟住每生產咧1噸嘅氧化鋁咧，佢另外裏邊咧係需要有2噸嘅鋁土礦喺裏邊噶。OK， 另外仲有0.25噸嘅石灰同埋咧0.5噸嘅標準煤。而每生產1噸嘅電解鋁，頭先講嘅氧化鋁，而家講電解鋁啦嚇，你係需要咧13000度電先能夠做到1噸嘅電解鋁噶。咁如果你要生產咧750萬噸嘅電解鋁咁誇張嘅話啦，你需要每年咧係要用1000億度電噶嚇。大致上咧相等於咧一整個3盒佢嘅年發電量噶。嚟到呢度咧，高 B 哥同大家講過，美國而家咧嗰啲電係好愁噶嚇。OK， 佢因為要發展 AI 啊嘛，如果再發展埋呢個咧，我唔知佢點搞啦。咁如果咧大家真係有信心美國咧真係要重建嘅話咧，我建議你咧去留意下美國嗰啲電力股 ，OK？ 因為咧逼住要做噶，所以逼住會升噶嚇。好啦，咁但係如果咧一個唔該咧，原來轉頭咧做唔到嘅話咧，打水漂自己要留意下嚇。好啦，咁跟住咧睇翻啦，佢就話攞美國而家領先緊嘅核電技術嚟講啦，嗰個每一個嘅壓力嘅壓水堆核電站咧，一年嘅發電量咧大約係100億度電。咁即係話咧，如果要做一個電解鋁廠咧，佢需要咧係10個呢啲嘅發電廠噶。自從呢個三里島嘅事件之後咧，美國已經有接近40年咧係冇再重新建造咧任何嘅核電站噶啦嚇。1996年以嚟只有咧3座新嘅反應堆咧係投入咧運營嘅啫。然後再等呢個咧氧化鋁嘅工廠、電化鋁嘅工廠同埋電廠呢3樣嘢都起好咗之後，為咗咧要將呢個咧純鹼，呢個咧係美國咧淨出口國嚟噶，所以佢一啲都唔缺噶嚇。要用純鹼啦，另外仲有石灰呢個佢都唔缺噶。等等呢啲要運去嗰個廠區嗰度。咁所以咧，即係話咧，你又需要有配套嘅港口啦、公路啦等等咧呢啲嘅基礎嘅設施噶。係啊，仲有跟住落嚟仲要有產業嘅工人。魏橋做電化鋁嗰個咧，佢大約有咧10萬個嘅員工噶。
嗱，咁我哋假設啦，美國人啦，佢嘅自動化嘅程度咧，係可以做到咧高生產效率，係咪？自動化效率又高，嗰個程序又高，嗰個咧生產效率又高。咁啊，管理後勤部門啊，嗰度咧全部自動化晒佢當佢，好嘛？OK， 再另外咧唔好理啊，會唔會咧美國政府仲要喺裏邊咧一啲咩皇親國戚、親朋好友落去嘅話咧？按照人均能夠管理到咧20台嘅電解槽去計算嘅話，年產50萬噸嘅專案咧就已經需要咧係600名嘅技術工人。咁如果真係需要生產去到咧750萬噸電解鋁咧，大致上係需要咧1萬名嘅熟練嘅工人㗎。OK， 重點唔喺1萬名嗰度，重點喺熟練嗰度。OK， 要1萬名熟練嘅工人。再加埋咧之前講過嘅氧化鋁嘅工廠，仲有咧配套嘅電廠等等，呢度大致上咧可能咧需要增加咧3至到5萬名咧熟練嘅產業工人咧先至係可以㗎。而美國嘅製造業嘅崗位係從咧1979年嘅2000萬人下降咗咧去到而家嘅1200萬人嘅，流失咗咧大約係800萬個崗位㗎。而45年以嚟每年咧流失咧大約係10幾萬個崗位。好啦，咁你仲覺得而家每年去新增呢個咧3至到5萬唔好講每年啦，啱啱開始嘅時候啦，新增呢個咧3至到5萬名咧熟練嘅工人係咪一件容易嘅事啦？好啦，而家你知道如果你要生產咧100噸嘅金屬加嘅話咧，係需要有電廠啦、公路啦、電網啦、煤礦啦、純鹼嘅廠啦、鋁嘅土礦啦，仲有氧化鋁嘅工廠啦、電解鋁嘅工廠啦、下游完整嘅一個咧電解鋁生產同埋咧銷售網絡，以及有幾萬名嘅熟練產業嘅工人。技術係唔難嘅。好啦，嚟啦，做啦，砌啦，咁樣話。唉，我哋假設美國人克服到呢啲喺設計施工生產上面嘅困難，為咗呢100噸嘅金屬加，簡直係小菜一碟咁將呢個咧750萬噸嘅呢個咧叫做電解鋁全部做晒出嚟，咁點啊？咁你會面對另一個大嘅問題，就係咁你啲電解鋁咪變咗產能過剩咯，係咪？你要咁多電解鋁做咩？根本就唔需要。中國產嘅4500萬噸電解鋁咧，都喺度周圍咧揾緊買家，周圍揾呢個咧可以講得係只係一個咧標準到不能再標準嘅金屬嚟嘅啫。你嗰750萬噸嘅電解鋁喂，鑲咗金邊，我係都要買你咩？仲要喺美國嗰度生產，成本貴得幾誇張先得㗎？咁梗係又要嚼翻啲美國企業啦，係咪？如果賣唔出去甚至乎要蝕本賣嘅話，咁樣為咗呢100噸嘅金屬加投資落去，大約咧係大幾千億咁啦，大幾千億嘅投資。另外配套嘅基礎設施頭先嗰啲基建嘢，仲有要重新培訓同埋咧招募咧好幾萬名嘅產業工人，你就指望美國而家好似抄我哋咁，整咗個國資委喺度翻嚟，不停去諗住注資落去一個蝕本嘅運行嘅行業嗰度，所以咧佢就諗住咧整個最低價出嚟，有個下限唔可以低過呢個價，咁真係唔好意思呢個下限咧根本咧係保障唔到嘅，因為咧隨時咧係蝕本噶。好啦，仲有呢個咧只係一個咧稀散金屬或者我哋叫做頭先講稀有金屬，佢哋叫稀散金屬所面對嘅一個問題。咁好咯，搞掂個加，咁鍺咧，仲有金屬嘅銦咧呢啲咧係需要咧礦產用嚟到變成咧半生礦，叫做要打破呢個銦嘅封鎖咧，你需要將礦產嘅成個產業咧，按照頭先嗰個做法咧，重新又嚟多一套㗎，又大幾千億。好啦，再講咧就更加恐怖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稀土嘅門檻咧遠不止咧，只係礦產嘅存量，又或者咧係環境嘅保護，甚至乎都唔係提煉技術咁簡單，而係整個咧包括咗咧工業產能。譬如舉例頭先加咁樣講軍事上
用喺咧有源相控陣雷達、高效率嘅電子系統生產咧只係咧呢個電解類嘅衍生品，跟住咧攞嚟再提煉。中國喺鎵嘅儲存量嗰度咧係佔咗全球68%㗎。電解類咧佢個產量咧係佔咗咧全球咧60%㗎。而發電量咧係全球1/3個工業產能嘅條件之下每年鎵嘅產量咧佔咗咧全球咧96%㗎。所以我哋先可以有咧各種嘅各樣民生咁平嘅氮化鎵充電器啫。野生嘅動物咧防控有源咧相控雷達呢類型嘅奢侈玩法就係咁樣嚟㗎啦。好似呢啲咁嘅元素俾美國10年嘅時間，10年時間你需要解決嘅係咩呢？第一樣就係咧鎵嘅含量夠嗰個豐度即係豐滿個豐豐厚個豐夠豐度嘅一個鋁礦。首先你要有呢樣嘢先。第二要有咧大規模嘅電解鋁產業裏邊嘅生產同埋持續性嘅盈利。第三，大規模嘅電解鋁嘅電力供應，電力先係最大問題第四，鎵精煉同埋深加工嘅技術。五係咧環保呢個環境保護嘅處理技術，先至能夠咧徹底咁樣解決呢啲嘅問題㗎。好啦，咁再講翻俾大家聽啦，有實例㗎日本日本咧喺呢個2010年受到中國稀土嘅管制嘅影響，咁咧決定要發奮圖強，擺脫中國嘅鉗制㗎。研究出咗一系列減少稀土用量啦，又或者咧回收稀土成品嘅呢科技嘅成品。咁呢排好多都講又研究咗唔使用稀土㗎啦，第日咧你留翻嚟食啦咁樣話，又話可以咧做翻回收添用回收嚟做。不過咧，由2010年開始咧，日本就已經做緊呢個動作㗎啦。OK， 咁我哋聽下佢個效果同結果係點啦。15年過去15年過去，你估個結果係點啦？去到咧2024年嘅時候咧，日本從中國進口嘅稀土係5364.81噸，即係5000幾噸㗎，佔咗佢哋全年使用量咧係60%。60%，即係搞咗10幾年咧，都仲有60%要幫中國買嘅。不過重點喺呢度而其中佢哋嘅重稀土咧，嗰個依賴度依賴中國咧，依然係100%㗎，係100%咁好啦，不過呢個題外話花絮啦。美國今日咧咪簽咗呢個澳洲嘅稀土嘅供應俾佢嘅，好似好開心咁嘅。咁澳洲呢啲稀土係新刮出嚟抑或係本身係俾開邊個定係自己用係點㗎啦？聽講消息就話其實呢啲咧本來係賣俾日本㗎咁即係點即係同一個餅，只係喺人哋嗰度搶咗翻嚟咯。咁日本而家冇嘅話，咁又點搞咧？好啦，未來稀土管制咧將會成為咧世界各地咧可以講得係等從上帝之鞭嚟㗎。邊個國家再夠膽咧對中國亂咁嚟？好似咧今日朝頭早出咗個影片荷蘭銀行支票Holland Bank Check 嘅呢個荷蘭嘅一個經濟事務大臣，同埋整個荷蘭嘅管理層都係咁講啦，即係挑釁中國。以後邊個國家仲夠膽咧？所謂咧以美就挑中先得㗎。無論中國係其他包括咗可能華為嘅設備中國商品嘅傾銷EV 車即係電動車所有嘅一切冇啦。你咧再攔住中國嘅話咧，好大機會咧可能咧都會同樣地咧受到稀土嘅管制㗎。如果中國之外嘅其他國家知道喺呢件事裏邊咧，中國嘅能力係去到咁恐怖嘅話，喺未來嘅10年裏邊嚟講，係稀土咧俾咗中國嘅黃金10年㗎。美國能夠令到台積電搬到去美國，但係美國能夠令到中國搬稀土嘅生產去美國咩？而稀土呢個戰爭已經係打響咗中國咧將會使用呢個稀土咧嚟到打破美元霸權同埋咧美國嘅軍事霸權，仲有佢哋嘅輿論霸權會將美國打成為咧美洲嘅第2個墨西哥，將會成為咧未來中國10年嘅目標㗎。
嗱，呢個係嗰個作者講㗎嚇，即係呢個寫手講嘅啫，唔係代表咧係國家嘅目的嚟㗎嚇。OK，大家搞清楚先。嗱，稀土咧唔係所謂冶金產業嘅問題，甚至乎亦都唔係咧美國工業嘅問題，而係美國整體國家嘅能力嘅問題嚟㗎。唔好唔好話對住美國嘅能力有咩咁強烈嘅崇拜嚇，認為一旦美國覺醒啦、團結啦。當年嘅所謂偉大嘅美利堅合眾國就會翻嚟咁話。事實上係隨住蘇聯嘅解體，美國以及係整個西方世界嘅能力咧，可以講得係急速咁退化㗎。唔好淨係睇稀土再另外睇一睇咧，就係加州嘅高鐵，亦都係一樣。仲有喺呢個美國嘅登月計劃亦都係一樣㗎。嗱，你就知道而家講緊嘅美國，而家講緊嘅西方基本上咧已經係冇咗咧解決問題嘅能力㗎啦。做大案就更加唔使諗啦，大嘅專案更加唔使諗啦。而其他嘅例子咧，仲包括咧問題不斷嘅 F-35啦，以及咧係一個咧一塌糊塗嘅福特號航母㗎，以及仲有咧係美國瀕臨崩潰嘅基礎建設、基礎設施。稀土咧只不過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咋。而未來嘅美國嘅 AI 亦都必定咧係會受到冇辦法咧建設咧呢個大規模嘅能源基礎嘅設施而變成爛尾㗎。長臂管理而家咧中國終於咧就學壞咗啦。但係咧呢件事咧又好似喺世界裏邊令人哋咧覺得咧好爽好舒服喎。喂，真㗎，總係唔能夠同一班惡霸喺度同佢講道理㗎。關稅真係再提起嘅，通脹就壓唔到落去㗎啦。通脹一上嚟，降息就必須要停止㗎啦。股市、債市就會崩潰㗎啦。呢個將會係咩將會可能見到係目前嚟講超級嘅歷史高位嘅一段時間嚟啦。OK， 總之呢，10個桶就得嗰8個蓋，而家啲蓋仲越嚟越少。打爛嘅打爛，崩嘅就崩，裂嘅就裂。一個唔小心就係從呢個咧股市、美債同埋美金咧同時間咧走去崩盤。特朗普咧當然佢個口袋裏邊咧工具就冇啦，不過咧口袋裏邊個荷包可能到時就會脹卜卜啦。回頭再睇翻咧其他嘅事情咧，你見到美國已經係冇能力去控制㗎啦。但係嘴炮咧依然咧打到砰砰聲響㗎。不過真係㗎，特朗普你唔好咁老土啦，以為真係有稀土，仲喺度廿文廿武。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